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，傳播傳統正宗卻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。內容涵蓋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數、風水易卦、相學等多門術數。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，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，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。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，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，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，睇得更遠。有關真係有風水呢回事咩？風水嘅效果有幾大？改咗風水後真係能改變命運咩？等問題，自道基接觸風水命理等學問以嚟，便經常被朋友、學生、客戶問個究竟。呢類問題對一位風水師嚟講，本應就係駕輕就熟，答案亦都係順理成章。賣花嘅唔讚花，香蘭到嚟同你研究佢嘅花該唔該買？但呢類問題卻曾經嚴重困擾我喺玄學術數上嘅學習，並影響咗我對術數世界及現實世界嘅睇法，特別係各種術數嘅涉及範疇與功能。因為從表面睇嚟，無論認同或否認，都有其矛盾對立嘅地方。道基20幾年前開始接觸風水命理，到10幾年前業餘幫人算命睇風水，再到2012年正式以全職嘅身份執業至今。我於呢3個階段對風水學以至對風水術都有截然不同嘅睇法。前2個階段冇必要講，亦都無謂再講，都係啲範本式嘅標準答案。而到目前，前陣出版嘅《天地有律》已然道出咗我對風水學嘅理解框架。道基自當然肯定風水嘅存在，至少確確實實嘅一點係風水學有其能夠斷事嘅層面。然而，假若要嚴肅地討論風水嘅效果及其影響程度，有一個大道理便不得不理性看待。道基原先以為呢只不過係理所當然嘅邏輯推論，但係近幾年嚟，每當我以此方式回答一啲非常相信風水嘅人嘅提問時，對方往往唔係詫異到幾乎失神，就係開竅般嘅恍然大悟。呢個先至係最讓我出乎意料嘅。其實要知道風水嘅效果及其影響程度，實際上就只有比較一途，因為只有透過比較，先至能夠證驗出改變風水嘅前後到底吹咗幾多吉，又避咗幾多凶。呢個比較當然要建基喺相同嘅人於改變風水前與改變風水後嘅比較。奈何要作出真正適當嘅比較，卻有一個關鍵條件永遠不可能滿足，而呢個正偏偏同風水學中嘅重要構成因素——時間有關。咁點樣先至算係真正適當嘅比較？呢個便必須要相同嘅人喺相同時間下，分別喺改變風水前同改變風水後嘅空間都生活過至少一次，即係話相同嘅人唔能夠返到過去喺相同時間下重活一次，便唔可能證驗風水效果係咪真係存在。因為喺現實世界中，改變風水後嘅空間必然發生喺改變風水前嘅空間嘅較後時間，所以我哋根本唔能夠確定係改變風水後令到新嘅變化出現，定係下一個時空合該有新嘅變化出現。道基認為，如果學習風水、運用風水，但卻冇對以上呢一點有所覺悟，咁便其實同迷信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無異。不過，雖然我哋唔能夠確定風水效果嘅存在，但喺另一方面，我哋亦都不足以否定風水效果嘅存在。喺呢個情況下，我哋又是否真係完全無法察覺風水效果嘅改變或影響？由於無法證實同證偽，所以任何測試風水效果嘅方法都會有其辯駁之處，到最後都係睇讀者嘅緣分與人智啦。喺道基嘅經驗與體悟睇嚟，要證驗改變風水後嘅風水效果，較可取嘅觀察角度係觀察相應嘅人嘅內在改變，亦即係個性、習性、喜惡等改變。因為如果改變風水嘅大前提係針對改善相應嘅人嘅某啲方面，即使係啲看似無關嘅財運、事業運、愛情運，其本質實際上亦都係內在五行氣強弱嘅流轉。假若受體嘅本質冇發生一定程度嘅改變，無論陽宅或係陰宅嘅風水改變，最終受體都係陽宅中活生生嘅人，只純粹突然有某類外在嘅佳遇、佳運或者惡遇惡運，個風水效果便好值得商榷。最大可能只係當時當刻今巧碰上咗其命中流年嘅某類際遇罷了。好樹不會結壞果子，壞樹也不會結好果子。財氣不通嘅陰陽宅，行上嘅財運自然不佳。只有本質改變，先至有可能打破行常。道理近似係有諸內形於外，意義一啲都唔艱澀，只待睇家明了而已。喺個人嘅層面，風水效果越大，相應嘅人嘅個性、習性、喜惡等改變會越大。喺公司嘅層面，風水效果越大，公司嘅方針、計劃、
架構、相應階層嘅工作模式等改變會越大。值得各位注意嘅係，改變唔一定會帶嚟好嘅結果。如果願意承認風水效果，咁咪同時要承認風水除咗可以趨吉避凶之外，喺風水師有意或者無意嘅失誤之下，仲可以趨凶避吉嘅。觀乎社會態勢，要知道喺呢個年頭，有能力又有良心地掙錢嘅人已不多見咗，可悲亦可恨也。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。多謝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